濕濕下，搞到隻腳都濕埋，焗住隻腳好鬼辛苦啊！老婆，你係咪有咩法寶啊？雨水有菌噶，噏住隻腳好容易引起水泡痕癢發臭噶，梗係用古方啦。你抹咗啲雨水先啦，換對拖鞋，我即刻整個古方俾你浸腳消毒先。如果唔係搞到香港腳就麻煩啦。咁大鑊，香港腳好痕好煩噶喎，淺淺實走埋嚟舐噶喎。病向淺中醫，梗係有菌即刻殺啦。呢個方法連主婦手、濕疹手、濕疹腳、香港腳都可以治療噶。最緊要係殺咗啲菌先，唔好去到好嚴重先至嚟處理啊。殺完菌之後，仲有2個好緊要嘅步驟要做得啱，先可以完全康復噶。一支白醋要倒晒佢，千祈唔好溝水啊。係白米醋啊，千祈唔好買錯糯米醋啊。成個蒜頭攪碎，直接倒晒落去。洗乾淨對腳先至浸啊！如果唔夠，係咪可以加多1支啊？最緊要係浸滿晒你腳要浸嘅範圍咯。大約浸30分鐘，跟住用暖水清洗。你見到硬咗嗰啲就係細菌嚟噶啦，佢令到角質增生，阻止吸收。要用腳皮搓，慢慢搓走佢，跟住見到健康嘅角質層就可以吸收到你俾佢嘅營養噶啦。呢個時候咧就要用修復產品去滋潤健康嘅角質，唔好亂咁用劣質產品啊，冇效噶。記得讚好加訂閱，古方一定幫到你。